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今天聊一聊房企，先聊一聊碧桂园。最近碧桂园既公布了它未经审计的财报，2023年的，然后又公布了它化债的方案。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这个碧桂园确实不容乐观呢。在碧桂园公布的财报里，坏消息是亏了2000多亿，当然他说是做减值计提。好消息呢，碧桂园说我们没有资不抵债，这个和恒大许老板进去之前态度是一样的。大家还有印象吗？许老板登缝纫机之前，他一直坚称恒大自己的资产可以保交楼，他还有多少固定资产，他还有多少套楼，他还有多少物业，甚至许老板有一天恐怕是喝高了，还隶属自己对社会做的贡献，给银行赚了多少钱，给国家交了多少税，养活了多少人，发了多少工资，给股东多少回报，大家还有印象吗？总之折腾以后，许老板现在在安心的登缝纫机。那碧桂园这次他也说我没有资不抵债，所以我们姑且听之吧。尽管总负债高达11354亿元，但是碧桂园坚称自己还有751亿元的净资产，然后账面上还趴着448亿元的现金，开发的项目超过3000个，总货值6000多亿元。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是在2023年还有2024年这个上半年，碧桂园净资产缩水了近80%，它一共营收是5032亿，合计亏损2160亿，其中2023年就亏损了2009个小目标，其中归属股东的亏损额1784亿元，这么大的亏损，相当于一次把很多东西都提掉了，做了资产减值。面对这样的一份年报，这个叫大刀阔斧，审计师事务所直接表示沉默，无言以对，所以他这个叫无法发表意见，说通俗的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咱们以前也说了这个碧桂园的大额亏损主要是计提减值，这个说白了就是以前建好的房子现在贬值了，手中持有的物业贬值了，手上有的股份贬值了，股票股价跌了，这些加到一起亏了1200亿，占2023年总亏损额的70%。这个亏损比恒大那还是稍逊风骚，恒大是6000亿亏损。但是真正让人大跌眼镜的，让债主们伤心欲绝、心中滴血的是他的化债方案。这个年报发布5天前，碧桂园发布这个境外债务重组方案，这个方案的规模非常大，这份方案那叫杀人无形，这么朴素，这么直接把各大债主按在地上摩擦。他这个化债的要点，我以前一直说这个化债方案其实就一个是展期一个是债转股，一个是展期加债转股。碧桂园这个化债方案，首先它减少了116亿元的美元债，延长债务到期时间最多11.5年，就是11年半，就延长债务12年，借贷成本从每年6%降到2%。具体的说，碧桂园有息境外债务总额164亿美元，这个大概1200人民币，减出116亿美元，也就是800多亿人民币，就是70%的债务他们都要出清。怎么出清？怎么才能不给债主还钱？碧桂园显然层出在胸因为毕竟前面有那么多房企债务重组都是这么折腾的。恒大在前面已经趟过路了，恒大给的方案是债主只能拿9%的本金，展期11年半。你看，显然碧桂园是学会了。碧桂园公布的5个还款方案基本上一致，比如第一个方案，现金回购，债主只能拿到10%本金，也就是10个亿，现在还你1个亿，是本金、利息、发息那都不算。其他的方案要不是债转股，要不就是债转债加展期再转股，反正1毛钱没有。现在你别想拿到钱，都缺钱，这个大家都理解。有很多债权人给这种还款方案叫了一个外号，叫抢劫式还钱。你说把债展12年再还，你12年以后到底什么情况不知道呢？你碧桂园能不能活12年都是个问题。你说这个债主不是心里哇凉。按照碧桂园自己的测算，可用于境外还款的钱200到500亿，再加上海外项目200多亿就是加起来一共大概400到500亿，这是未来15年碧桂园它的美元债、美元的现金。但是碧桂园毕竟欠境外债是1200亿，所以即便未来15年它真的能完成500亿的海外的这种收益，那它也只能还500亿全还，那还差700亿的缺口，怎么办？那只能看老天赏赐。碧桂园承诺接下来主要经营方向是以保交房为主因为毕竟欠的房子烂尾楼太多。你要就说影响的范围和规模，碧桂园肯定是排第一，比融创、比恒大要更广泛。2024年碧桂园交付38万套房子，预计全年交付48万套，近3年累计交付170万套，这个远远超过恒大。这房子的质量问题有待考究。不过
当下对不少业主来说啊，能交房那就是谢天谢地。我一直说到碧桂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主要的项目都在3、4线城市或者5线城市，这些地方的土地的价值，这些地方的建筑的价值，这些地方盖了房子到底能不能卖得出去？所以接下来碧桂园的保交楼啊，恐怕也没有前面那么一帆风顺，因为越往后那是越硬的骨头，难啃的骨头。2025年对碧桂园来说啊，也是生无可恋了。最近几年啊，这些风起云涌的几家房企市值啊，基本上都跌没了。碧桂园本来是上万亿，现在市值只有136亿，这还没见底。那个白衣骑士融创现在是134亿，这是它的市值。那还有我们在湖市的3好学生万科，市值也只有800亿左右。说到万科，那就更是在2025年一开年就开始吸引大家的目光，大家不由得不关注，因为它几天一个新闻。万科的 CEO 祝久胜也是传言接受调查，这个咱们的节目已经分析过了，这里不多说啊。说的是谣言，往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就是一旦大家传这些信息的时候，那对万科来说那个负面影响非常大，也就是供应商、债权人、金融机构、媒体，他们恐怕不会听你万科怎么解释，也不想听祝久胜怎么解释，他们肯定会选择相信这万科已经够呛了，因为大家都坚信叫无风不起浪，媒体他就往这方面报道，银行、债权人、供应商那就是像那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你欠着钱赶紧去要钱，你要1毛是1毛，能结回来一点是一点，所以供应商是不是就天天盯着万科要钱？本来很多供应商可以忍一忍，说啊等到你宽限一点，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现在一点都忍不了了，因为你这个很危险了，我现在我能拿回来1万是1万，你看大家都这种心态，银行那更是跳得更高，现在就看谁先动手，看谁抢跑，看谁不讲武德，一旦有一个人抢跑，那后面马上就跟上。大家还记得恒大是怎么爆的吧？恒大爆了以后谁抢跑的？我记得是广发银行还是哪个银行，立马毫不客气告了恒大，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这叫发令枪，只要有人打响第一枪，那就抢跑，你慢了那你倒霉。就这个要钱要债，那都是手快有手慢无，比的就是速度，因为他的钱不够，他的钱覆盖不了他的债务，所以谁先抢谁就有保障。所以你也不能怪这些债权人，你也不能怪这些供应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说到房企，万科如果倒下，那下一个按照咱们的这个说法，那就是众望所归保利。保利这个25年的开年似乎形势也不太乐观，保利不是公布了自己的业绩预告吗？2024年4季度亏损30亿，虽然他2024年全年好像盈利50多个亿吧，但是他第4季度是亏损30个亿，也就是他的利润是拐头向下，开始亏损了。保利在恒大暴雷以后，他全国拿地不比万科少，他仗着自己是央企拿了很多，那现在这个地怎么消化？根据保利自己的销售速率、去化率，他现在去化已经慢了，没有以前快了，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因为韭菜不买房，韭菜没钱，所以保利自己的房子越卖越慢，他回笼资金就越慢。如果不是保利占着央企的这个特殊身份和融资能力，保利和万科谁先爆还不好说呢，也就是保利的现金流恐怕更加紧张。但是他有个好的靠山，有个好爸爸，他是嫡系，万科是对吧？虽然他也是国资委大股东，是国资委，但毕竟是旁出，跟保利的地位不一样。有很多人说啊，政府会出手，不可能看着他们就这么一个个倒下。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显然是不了解3道红线是干什么用，房住不炒是干什么用，对吧？这个某些时候他是有意为之。另外啊，即便想救，政府有这个意图，你以为他能救得了是吗？怎么救？就是很多人认为能救，是因为他太相信政府是万能的，就是政府可以凌驾于这个市场规律之上，意志可以战胜自然规律，显然是不现实。我反复强调，你救房企只能延缓暴雷，它终究是要爆的。如果说意志可以战胜市场规律，那当年东北还搞大下岗干啥？那都是国企央企，为啥不救？所以很多人到现在还开个会迷信啊，出个什么文件，这房企就能得救。面粉的价格、小麦的价格不停的下跌，面包还卖不出去，没人买面包吃，大家都省吃俭用，那你说这个生产面包的他能不关门？你怎么救？很多人恐怕以为政府那个钱是印出来啊，随便可以编成一个数字就行了，印他1万亿给万科，印2万亿给保利，政府也只能动员一下金融机构，你们想办法给他们再借点钱，再展期一下，借钱展期最终都要还的，而且它还有成本有利息，你盖的房子卖不掉，在你自己手上不停的贬值，一年比一年便宜，你拿的地一年比一年便宜，你手上那些存货都在贬值，完了你房子还卖不掉，没有
现金回笼，这企业它怎么活得下去？靠银行输血才能活下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恒大爆完，融创爆完，碧桂园爆完，就等着万科爆，大家都在排队。爆雷只有先后，爆雷只有迟到。那什么情况下不爆？那就是韭菜拿着钱，韭菜疯狂的把七大姑八大姨的钱拿上，韭菜跑到银行去贷款，冲进房市，人手一套房，甚至有的买3套，这些房企它又能活下来。这一切谁造成的？归根结底是韭菜收入在下降，韭菜收入和房价之间差距没有缩小。光是房企，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头部房企都点评过。昨天在2025年中国房地产年度趋势论坛第25届中国网助交会这个论坛上，裕丰集团董事长、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出席并演讲。这个冯仑当年的是什么万通六君子，是房地产的一个大佬吧，或者叫老炮。冯仑说要持续地推动房地产止跌企稳。如果这个村里人都得了瘟疫了，最好的办法是赶紧死，剩下的健康的继续活，而不是都去救。你看这个例子举的够残忍的，就是这个村子有人得了瘟疫，那意思就是让得瘟疫的赶紧死，保那些没得瘟疫的那些人继续活。他指出房地产行业今后要发展，除了政策面、宏观面，作为企业要坚守本分，不问结果，埋头种因，把本分事情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做好，治理做好。另外还要把科技运用，同时对客户负责任。随着经济的水平一点提高，企业也同样用10年、20年、30年逐步向上增长，这样这个企业肯定死不了，而且能够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他这个观点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房企不要去救了，那些暴雷的房企让他自己黄吧。那言下之意恐怕说的就是万科啊。这个节骨眼说这话，那一箭就是射向万科，还救什么呢？让他寿终正寝，你把剩下的那些还没有暴雷的给他保住。冯仑呢，他谈的还是救与不救的问题，还是一种主观的选择，就是你救还是不救。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应该谈救得了还是救不了的，就你救有没有用？你救只是延缓，按照目前的这个形势，只要这个趋势一直延续下去，都得爆。关于救房企，还有专家建议要救，是吧？建议政策性工具支持资本市场，拿出真金白银，普惠性救房地产。大家看视频。第一呢，我觉得这个宏观政策态度是重要的，然后态度出来之后呢，这个你的施行的方式也是重要的。大家其实会发现，在去年就24年9月之前，这个政策呢实际上一直是挤牙膏式的方式投放。那么挤牙膏呢，这个其实经济学有很多研究，理论上和实证中都很多研究就清晰的表明挤牙膏的效果是很差的啊。所以呢，9月以来，你看24年9月以来，就我觉得核心一点的转变就是它不是挤牙膏，它政策比较集中的释放，所以你看这个市场情绪马上就提振起来了啊，效果就显现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势头要延续下去，因为到目前看起来好像大家又有一种对政策的观望的情绪啊，觉得说，比如说近25年1季度。至少1、2个月份是这个政策的空窗期，是不是政策没有了？如果又重新陷入一种过去1年多以来的这种对政策观望、挤牙膏式的这种情绪的话，我觉得政策效果就大幅的减弱啊。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政策的空间是很大的啊。中国它是一个需求不足的经济体啊，需求不足经济体和这个供给不足经济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需求是可以凭空创造的。最极端情况就是你像凯恩斯说的，你就弄一堆人在地上挖坑填坑，挖坑填坑也可以创造需求。当然不至于那么极端，就是你其实中国在创造需求方面空间很大的。像这种债务对一个需求不足的经济来讲，这个国家的债务其实都没有约束的啊。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讲，它债务约束其实是它国内生产能力。只要你国内生产能力还足够，你没有通胀没有起来，国际收支没有恶化，其实内债的规模根本不是这个国家债务的一个仅约束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政策空间很大啊。我觉得核心就是说，你得把这政策空间积极的用起来啊，让大家觉得未来有预期。然后具体到这个房地产，我觉得房地产其实简单来说，我觉得收储的政策呢，当然肯定会有效果，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好的选择呢。实际上我大前年就提出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这个普惠性的去救助开发商啊，因为现在对开发商信用风险的忧虑呢，是整个地产市场循环不起来的核心的阻塞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去救助开发商，因为开发商现在大概总的市值在 A 股上市的总市值也就1.15万亿，你拿个1000多亿来普惠性的买每个开发商10%的股份，马上你会发现这个金融市场的协调适龄的问题就解决了。金融市场泛滥流动性就会流入到
地产行业里面去，这地产行业马上就火了啊。所以我就真金白银救房地产，那怎么救？2024年整个一年都在小作文，外媒说政府对吧要收储，政府要把土地买回去，把开发商盖好的房子买回去收储，传了一年也是雷声大雨点小。2024年5月17号提出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房以来，全国已有60个城市表态支持收储工作，超32个城市发布收储细则，超14个城市有项目落地，包括重庆、苏州、武汉、郑州、长春、金华、保定、乐山等，收购总量约15.6万套，看上去还不少，一个城市1000套、1万套，又能怎么？你看政府把房子收到自己手上，那是什么性质啊？是反市场化。我们假设鹤岗，你给鹤岗政府一笔钱，给他发债，把那房子一收，完了之后干什么？债的利息怎么办？每年都在往上滚。今天中国房地产报刊登一篇文章，叫楼市要反对不作为，也要反对搞概念。这个说法挺好的，你楼市人不作为，但是也不要乱搞概念，忽悠韭菜。文章说，最近一段时间取消公摊面积成为全国舆论焦点，河北张家口、湖南衡阳、广东肇庆、湖南湘潭等城市都表示，从今年起取消商品房的公摊面积，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广州、长沙等城市未明确取消公摊，而是通过放宽对赠送面积限制、优化阳台这些空间面积计算规则等方式提高实际得房率，被冠以实际效果其实类似于取消公摊。赞成者称，取消公摊能让房价构成更加透明，购房人承担的风险更低。更多掏出真金白银的购房者则怀疑开发企业会做赔本的买卖，他们认为公摊成本肯定会转嫁到房价上，到时候大家买房的压力可能会更大。对于取消公摊这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要真正想明白、干实在，而绝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也不是换汤不换药。大伙儿都清楚，目前房地产市场在努力止跌回稳，为了促进新建商品房消费，一些地方政府就想到了取消公摊的概念办法。至于是不是真正取消，并没有完整的改革方案，搞得人们既盼望又面面相觑，甚至是不明觉厉。根据宣布取消公摊的城市口径来看，并非真正的取消公摊面积，更像是新瓶装旧酒。如广州、长沙等城市通过优化阳台这些空间面积计算规则提高得房率。早在2006年左右，北京一些商品房半开敞阳台就按1半面积计价，也就是那个时候，北京的一些楼盘已经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价，在购房合同里写明的单价就是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只是附加写明建筑面积。但是合同用套内建筑面积计价，并不影响每家每户要公摊楼道、电梯、大堂等公共面积，物业费、供暖费也要按照建筑面积收取。所以这个计价方式变了，就好多人在那乱宣传、乱兴奋，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羊毛它不会出在猪身上。如果了解一点商品房销售政策，可以说这种取消公摊就是谚语所说的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早在2001年，我国实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8条就规定，商品房销售可以按套计价，也可以按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计价。如果真要取消公摊，就必须回答清楚公共区域的建设和维护是不是不受影响，小区的环境是不是不打折扣。可是我们查看了各个宣称取消公摊的城市说法，并没有回答这些实质性问题。买房不是小事，理性经济人的购房者即使不十分了解工地悲剧，但凭他们的生活经验，相信没有多少人会不顾一切去反对公摊。他们反对的其实是公摊系数在多大范围内算合理，公摊系数上限和下限在哪里。商品住宅动辄公摊超过 30%， 甚至有山东楼盘被爆出公摊系数超过 52%， 让购房群众很受伤，既愤怒又有苦难言，无处说理。面对这种问题和情况，开发商往往会称测量不是他们负责，测量单位则是沉默是金，最后把购房群众耗得没有一点脾气。当前稳住楼市、建造好房子都是房地产领域最重要的工作，各地要少在概念上出花样，要少在过去已有的事情上兜圈子，而多把精力办法用在搞活存量商品房消化，搞好二手房放心交易，以及大抓创建好房子建造的配套机制上。长远看，提升居住品质，提高住房质量，建造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始终是房地产开发商和治理的不二法则。好
炒房子已经开始嵌入人们的生活，各省各市要在各项制度和监管措施上推进体系化、常态化、精准化，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指引下，以发奋促发展，以善治求长治。房地产开发、监管和治理工作还是要多想不负发展、不负人民这个根本出发点，要办惠民生、暖市场的实事，坚决拒绝概念的诱导化、泛滥化，坚决反对人们强烈反映的砸盘行为。这个是房地产报写的评论文章，这房地产报它是隶属住建部的，可见对前一阵子各个城市还各个专家吵什么取消公摊，这算是响亮的一记耳光，说的非常明确，这样就是换汤不换药，给人一种玩文字游戏的不良感觉，也就是在概念上出花样，在过去已有的事情上面继续兜圈子。所以我看到很多专家一聊取消公摊，我就觉得来火，就是很多韭菜粉丝这些网友他搞不清楚，他概念混乱的没关系，因为每个人认知不同，但是这些专家爱在里面推波助澜，忽悠这些韭菜，实属不该呀。但是我支持这个公摊要越来越透明，对吧？套内还建筑面积、公摊面积、公摊多少、公摊系数要明明白白，不能有水分。也就是说，我们韭菜买房，那我们就是消费者就应该消费的明明白白这个是没毛病。但是不要偷换概念，一偷换概念就让韭菜认为我得了便宜，实际上你啥便宜没得着，只是换了个说法，你就瞎激动。你把前面的还没整明白，他又给你换个说法，那个说法那个概念你又得几十年才能消化得了。咱们总在为概念买单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